第七題咧，我睇過條題目嚟嘅。你如果呢一度裏邊咧，即係個 K 你逐個試嘅話咧，都係超麻煩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會逐個試，咁我哋用翻咧正統嘅方法咧嚟到計算啦。咁其實正統方法都唔係好難啦，就係 F 有個 F of X 喺呢一度啦，跟住之後 F0 啲 F8等於1，咁你咪代翻呢啲嘅嘢，代翻 x 等於0落去啦，係咪啊 ？F0 咧就係0加 h， 0減3再加 k， 咁呢嚿嘢會係等於1嘅。咁然後 F8 咧就係8加 h， 8減3加 k 咧就係都係等於1。咁其實呢一度裏邊咧，其實你都睇到呢嚿嘢應該用加減消元法咧就搞掂㗎咯喎。OK， 咁啊化簡多少少先啦。嗱，我將佢化簡多少少就係呢個 h 呢度負3h 加 k 等於1，同埋呢個嘅呢個5乘以8加 h 加 k 等於1咧，其實你將佢用或者你將佢拆翻開呢嚿嘢變做40加5h 加 k 等於1，然後5h 加 k 等於負39，然之後呢條叫1式，呢條叫2式，然後撳翻計算機就可以㗎咯噃，係咪啊？嗱，撳翻計算機，嗱我部計算機咧同你哋嗰部咧可能有唔同嘅。39係啦，咁就計到咧 h 等於負5，同埋咧記得係 h 等於負5啊 ，OK？B 係錯㗎，K 先係負14 ，OK？ 咁所以第七題嘅答案係 A 得啦，即係將佢咧代翻 F0 同埋 F8咧都係等於1之後就做咗個聯立方程，然後1式同2式咧攞計數機咧撳翻個答案出嚟咧就可以啦 ，OK？ 如果第七題冇問題嘅，可以轉去第8題，我哋可以一齊睇一睇啦。好，後邊第8題。嗱，第8題咧，你都好難諗到一個嘅被除式咧係當呢個被除式除 x 加1嘅時候，餘數係-2，同埋咧呢個 p of x 咧係被 x 減1整除嘅，咁所以呢題都係焗住要用翻咧一啲正統嘅方法咧嚟到計算啦。咁我哋通常咧，如果喺即係唔知個被除式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就會係即係用呢一個嘅被除式等於除式乘雙再加餘式呢一條嘅公式啦。嗱咁但係咧呢一度裏邊就有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又會被 x 加1整除嘅喎。咁我哋可以咧係啊，嗱咁呢度你要見到就係有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個除即係而家要求一個嘅餘式，而呢個餘式咧嘅除數咧係 x 2次方減1。咁佢俾咗你嘅嘢係啲咩咧？佢俾咗你嘅嘢咧係當佢除 x 加1嘅時候咧，餘數係2，同埋咧p of x 係可以被 x 減1整除。請問各位同學睇唔睇到咧？呢幾個嘅除式咧有咩特別嘅地方咧？就係 x 加1、x 減1同埋 x 2次方減1咧，有咩特別嘅地方啊？x 2次方減1係咪等於咧 x 加1乘 x 減1？係咪啊？呢個啱唔啱啊？呢個啱唔啱啊？係啊，所以咧呢一度裏邊咧就係要用呢一樣嘢 ，OK？ 咁而當我哋咧，如果喺個當式除法當中咧，個除法係x， 即係我將呢嚿嘢變做 x 加1、x 減1啦，跟住之後同埋如果個除式咧係2次方嘅話咧，個餘式咧係會係幾多次方嚟㗎？
個餘式咧就會係一個一次方嘅嘢嚟嘅，得唔得？如果個除式係二次方嘅話咧，個餘式會係一次方，就係個餘式咧會當佢係 ax 加 b 咁樣去表示嘅，得唔得？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如果喺呢度裏邊要首先點樣開始咧，就係、我哋會假設咧個 p of x 咧就會係等於用翻嗰條式就係被除式等於除式乘商 ，OK？ 咁我唔知個商係幾多，但係咧我就當佢係q of x 啦，跟住再加翻咧個餘式呢條式 ，OK？ 咁就係被除式等於除式乘商加餘式呢個嘅關係式去到計算嘅。記得呢個啦 ，OK？ 咁如果佢個除數咧係大過一次方係二次方嘅嘢嘅話咧，就要用呢條式開始先。咁然後你就可以用翻上邊嗰啲嘅條件咯喎。如果係除 x 加一嘅時候咧，餘數係負二嘅意思咧，就係代 x 係負一咁樣解。x 加一等於零嘅話咧 ，x 等於負一，就係代 x 等於負一嘅時候，即係喺呢條式裏邊咧，代 x 等於負一嘅時候咧，就會係餘數個餘數咧就會係負二嚟嘅。咁你發覺咧，如果我喺呢一度裏邊代 x 係負一同埋 x 等於一嘅話咧，呢個 x 二次方減一咧都會係變咗零嘅，咁所以就會冇咗呢嚿嘢 ，OK？ 呢個我直接寫負一嘅二次方減一。而呢嚿嘢會係零嚟嘅，咁我陣間就會拆咗呢嚿嘢去啦。a 乘以負一再加 b， 代 x 係負一嘅時候咧，餘數係負二，咁呢個會係第一條式嚟嘅。咁我陣間第二條式我就唔寫咯喎，咁呢度就負 a 加 b 等於負二，就係第一條式。然後第二條式咧就係即係呢個 p of x 咧可以被 x 減一整除咧，咁就係 p 乜嘢啊？x 減一嘅話咧就係 P 咩啊 ？P 一咯喎，係咪啊 ？P 一咧就會係等於 A 加 B 整除嘅話咧，即係餘數係等於幾多咁樣解啊？整除嘅話咧，即係餘數係等於幾多啊？零啦，冇錯。咁呢個就係第二條式。咁然後你就可以撳翻用翻計數機撳翻咧 A 同 B 係幾多？得啦 ，program 一負一同埋2 1 1 0，咁你會撳到 A 等於1同埋 B 等於負一嘅。咁個嘅餘式咧就係呢個啦，就係 x 減一就係個餘式 ，OK？ 咁所以第8題嘅答案咧會係 boy 嘅 ，OK？ 第8題嘅答案會係 boy。OK， 有冇問題呢個？嗱，我決定咗咧，要跳一跳先，即係揀啲咧大家即係 handle 得到，會容易啲理解嘅題目。咁呢題咧，我相信大家咧就有啲難咧去處理，係咪啊？難呢題？呢題嘅運算咧，其實都有少少複雜嘅呢個位都。咁我跳咗揀咗一啲咧大家會比較容易啲去處理嘅題目啦。OK， 咁我跳咗第9題先。留翻之後，我有時間咧，我再講第9題。跟住我哋可以一齊睇一睇第10題啊。OK， 第10題就相對嚟講會簡單啲。第10題咧就係即係解翻不等式啫，係咪？咁不等式咧，9x 加8細過或者等於4括 x 減3，或者6減7x 係大過20。咁首先有拆括弧啦，9x 加8就細過或者等於4x 減12，跟住就將有 x 嘅嘢擺喺左邊，5x 就細過或者等於負20，跟住之後呢個位置需唔需要倒轉方向？係啦，唔需要倒轉方向啦，咁 x 就細過或者等於負4嚟㗎咯喎，得啦嗱，跟住另外嗰一個咧就係負7x 就大過14 ，OK？ 20減64呢度咧就需唔需要倒轉方向啊？係啦，呢度就倒轉方向咯喎 ，x 就細過呢個嘅負2嚟嘅
咁跟住畫翻條數線出嚟啦。-4同埋-2細過或者等於同埋呢個細過-2嘅 ，OK？ 逐個區域去到睇啦。第一個最左邊呢個區域咧，畫嘅話咧係要互相重疊啊，定係經過就 OK 啊？係啦，經過就 OK 嘅咯喎 ，OK？ 咁呢個位置係有啦。中間嗰段有冇嘢經過？中間嗰段有冇嘢經過？趙子軒，中間嗰段有冇嘢經過？有冇嘢經過啊？楊慧軒幫手答我啊！楊慧軒有冇嘢經過？係啦，有嘢經過啦。跟住之後咧，最尾呢個位置有冇嘢經過？冇嘢經過，咁所以答案就係呢個，等等。X 係細過-2 ，OK？ 答案係 C，OK？ 第10題嘅答案係 C 嚟嘅，等等。好，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可以睇一睇第11題。我覺得咧第11題其實都可以處理得到嘅。如果你哋即係呢度可以計得啱嗰啲嘅比例嘅話咧，就可以搞得掂嘅。咁你呢一度裏邊就係話俾你聽咧，2α 加3 beta 除以3α 加2 beta 等於7/10咧，咁就呢度就有一嚿咁嘅嘢，跟住之後問你另一個咧，咁其實你都係冇總之你見到呢度係有份數咧，或者係3、7、21，你都做啲咩先㗎？一定係做咗咩先㗎？係啦，呢個梗係交叉相乘咗佢啦，咁乘上去咁咪10乘20 alpha 再加30 beta 就等於咧7、3、21 alpha 再加14 beta 咁樣啦，跟住之後永遠咧你見到呢啲佢一定會係用正數嚟表示咧會方便啲㗎，咁所以呢度裏邊咧我哋就會將個 alpha 咧就抌過去右邊。beta 咧抌過去左邊咧會比較方便啲啦。16 beta 就等於呢個嘅alpha。好，咁呢度同頭先一樣啦，就係 alpha 比 beta 咧就會係alpha 比 beta 咧就會係16:1嚟嘅。咁呢度你如果佢係做 MC 嘅話咧，就唔需要咁麻煩，即係16K 同埋1K 咁樣代啦，直接咧代 alpha 係16同埋代 beta 係1入嚟呢一個位置咧。即係呢個2alpha 加 beta 再除以 alpha 加2 beta 咧，你就代翻16乘2就係32啦，跟住之後加1再除以beta 16再加2就會係等於33分之除以18，咁就6答案就係 C 啦 ，OK？ 答案就係 C 啦，6分之11，OK？係啦，嗱，我會揀晒啲咧最簡單嘅題目同大家講咗先，又或者咧，喂，如果你做得快嘅話咧，你可以先去做一做，咁我不如圈俾大家 ，OK？ 大家可以跟住我一齊圈一圈啦。嗱，咁啊第12題，嗱我即係幾行會講咗先嘅，13題我會講咗先 ，OK？ 嗱，你可以圈低係12、13。跟住23、12、13、23、28、29同埋30，OK？ 28、29、30。嗱呢啲咁好 lucky 啦，3題統計咧都係好簡單嘅話咧，咁其實就對於大家嚟講咧，執分咧會比較容易啲啦。跟住我陣間咧，我講完呢幾題之後，我就會再即係落去一啲題目。不過我諗其實講完咧都差唔多㗎啦，其實。好，咁如果呢個第11題 OK 嘅話咧，咁我哋就繼續落去第12題先啦。OK， 第12題。嗱12咧，咁就係呢個嘅即係如果W 嘅平方 ，OK？ 平方即係幾多次方咁解啊？啊不，唔係話 W 除喎 ，sorry 啊 ，OK？ 除咁你即係即係等於先啦，跟住之後咧睇下呢度有冇反變呢隻字先，有冇反變啊？有冇反變啊？
有啦，係咪？有嘅咁你就加個分數落去咯喎 ，OK？總之見到反變嘅嘢咧就放落去分母，正變嘅嘢咧就放上去分子，咁所以呢度咧 x 嘅平方就係喺上面啦。咁同埋咧 y 嘅立方咧係反變，咁有 y 嘅3次方喺下邊，然之後咧個 k 咧一定係喺唔一定嘅，其實咁但係通常咧就會將個 k 咧就擺上去上面呢個位置啦。跟住之後咧，就係睇下咧，咁呢個位置嘅當中咧有啲乜嘢，即係要點樣去乘啦。咁你見到呢度佢就一定係將呢啲w y 嘅3次同 x 2次揼埋喺一齊噶嘛。咁我哋咪將 w y 嘅3次方再除以 x 嘅2次方咧揼埋一齊，呢個 k 就係一個常數啊嘛。咁如果有一個嘅情況係w y 嘅3次除 x 2次方，或者咧倒轉呢個嘅情況咧都係常數。嗱，呢兩個都係常數嚟嘅，咁就揾到答案噶咯喎。邊個係答案啦？邊個係答案啦 ？A、B、C、D 邊個係答案啦 ？C 唔係喎，睇清楚。有冇一個係 w y 3次除 x 2次，或者係 x 2次除 w y 3次㗎？邊個係答案啊？係啦 ，boy 咯，係咪？嗱，咁個答案就係 boy 嚟咯喎 ，OK？ 即係總之你個 k 咧，即係即係整到 k 等於啲乜嘢？即係例如呢度整個啦，跟住如果你將嗰個即係呢個分數上下倒轉咧，呢個都會係一個常數嚟嘅，得唔得？跟住咧第13題咧就一齊睇下咧嗰個嘅即係規律咧會係點樣啦 ，OK？ 第一個係3，跟住之後咧，第二個咧就係即係原本個3粒咧應該就係呢個位嚟噶嘛，原本個3粒喺呢度，跟住之後咧加多幾多粒咧會係第二幅圖啊？係啦，加多5粒，咁呢度即係加5咯喎，跟住之後咧，然後係啦，嗱跟住之後再下一步咧就係加7，就係第3幅圖嚟噶嘛。咁你估下後邊一路落去係啲咩嚟㗎？後邊下一個問下金寶儀啊，下一個箭序咧應該會係加幾多啊？第一個係加5，之後下一個加7，再下一個係咩啊？係啦，就係加9咁樣落去咯喎，咁你就可以咧咁樣去寫啦。嗱，點樣去表達會比較清楚一啲咧？嗱，你因為佢求第8個啊嘛，咁你畫8格，俾少少距離啦，即係俾少少距離，1、2、3、4、5、6、7、8咁樣俾少少距離，跟住之後咧3，跟住之後咧呢個位置你就寫翻咧加5咧就等於8，8加7咧就係幾多啊？15加9咧係幾多啊？24，下一個即係都係咁樣計嘅啫。咁樣寫咧就會比較方便一啲啦，得啦。咁會同埋咁樣寫咧就會清楚啲，就唔會咧太過混亂。咁逐個撳落去啫。48加15 63加17 80，OK？ 咁所以咧答案就係 C 啦。嗱，咁佢呢一度都特登咧即係將呢個63咧去陰你啦，同埋99去陰你啦，因為好多時咧佢都會即係有啲同學咧數少一個數多一個咧，就一定係咁樣去陰你㗎啦 ，OK？ 咁但係咧，如果你好似我咁樣咧，第8個嘅話咧，咁我就真係畫8格，然之後咧寫得清清楚楚嘅話咧，咁係咪就冇咁亂啊？即係就千祈唔好咧，即係我見有啲同學咧係喺度畫啲點落去，千祈唔好咁樣做，因為你咁樣做嘅話咧，其實係好鬼嘥時間。其實一定會喺呢個位置裏邊咧睇到一啲嘅規律嘅，即係加你睇下呢個位置咧要寫加幾多，呢個位置要寫加幾多，跟住之後咧就自己去畫一個落嚟，跟住之後咧就咁樣逐個去計咧，咁就會方便多啲啦，得唔得？好，第13題冇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就落去後邊嘅版啦。
落去後邊嘅第23題啊 ，OK， 落去後邊嘅第23題。嗱，咁啊都係一貫嘅做法，咁啊都一定要同大家去講清楚啦。OK， 咁啊呢度就係即係 P 原本 P 嗰點咧係7同埋-5 ，OK，X 同埋 Y，OK，X 係正 ，Y 係負，咁就係呢個位置啦，7同埋-5 ，OK， 原本 P 嗰點喺呢度啦。跟住下一步咧就係P 就對 Y 軸反射 ，OK。Y 軸係呢一條 ，OK，Y 軸反射咁嘅，即係話會射咗過嚟呢一邊一個 Q 啦 ，OK，Q 嘅坐標，再講一次就係 XY 嘅數字會，如果係反射嘅話咧，XY 嘅數字會唔會倒轉啊 ？XY 嘅數字會唔會反轉？90度先要反轉係咪啊？係啦，咁反射使唔使倒轉啊？就唔使咯喎，咁呢個都係7，呢個都係5 ，OK， 第一。寫翻抄翻呢個7同埋5先，跟住第二咧就係對翻呢個位置咧 ，X 係正定負啊 ？X 係負 ，Y 係都係負啦，咁所以 Q 嘅坐標咧就係-7同埋-5，然之後咧 Q 咧又要去翻咧順時針方向轉90度，順時針即係咁樣轉90度角就係呢度啦，係咪 ？R 咧就去咗呢個坐標咯喎。咁頭先阿譚建豪都有講啦，今次咧個 XY 個坐標個數字咧就要倒翻轉就係5同埋7 ，OK。第二步就係睇翻咧 X 嘅坐標係正定負 ，X 嘅坐標係負 ，Y 嘅坐標係正 ，OK。咁所以覺得 R 嘅坐標咧就係-5同埋7。咁而家問你咧 X 坐標係啲乜嘢？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boy 啦 ，OK。不過佢一定係呢4個答案㗎啦，即係 A、B、C、D 咧一定係正5、負5同埋正7、負7，跟住之後再要你揀其中一個 ，OK。第23題有冇 recall 翻大家嘅回憶啊 ？OK， 有啦，係咪 ？OK， 好，跟住我哋就可以掀去後邊第28題 ，OK， 我哋掀埋去後邊嘅第28題。第28題就即係我依度要揾翻個下4分位數喎 ，OK， 同埋咧不少於 OK。咁我哋睇下個下4分位數係幾多先？咁呢度總共有幾多個數據？2、4、6、8、10、12、14、16、18、20、22、24 ，OK。24個嘅話咧，12、12、6、6、6、6 ，OK， 即係第6同第7個之間，同埋尾6同尾7之間。下4分位咧就係6同7之間，2、4、6同7之間咧就係62 kg， 係 OK。下4分位數咧係62 kg 嚟嘅。咁如果抽一個工人嘅話咧，嘅求概率嘅話，抽一個工人求概率嘅話咧，就即係問你即係不少於即係不少於62 kg。佔咗全部嘅幾多分之幾咁樣解？咁全部咧就係24，得啦，全部係24。不少於62 kg 咧係包唔包含62 kg 嘅？不少於係包唔包含62 kg？係包含冇錯 ，OK， 係不少於咧係包含嘅 ，OK。咁例如話咧，合格嘅分數咧，即係唔細過應該咁講，細過50分咧就係唔合格。合格咧就係唔細過50分，即係咧大過或者等於50咁樣解，得啦。咁所以咧呢度就係大過或者等於62，咁我哋就數一數啦。咁即係你數前面嗰4個咪得咯。咁即係有20個 ，OK。所以答案咧就係 dot 啦 ，OK。第28題嘅答案係 dot。跟住之後咧，仲有2分鐘等我講埋先。第29題咧，其實就好容易，因為咧4分位數間距嚴家榮 ，OK， 嚴家榮。望下呢一幅嘅關線圖，話俾我哋聽，要揾4分位數間距咧，係邊個減邊個啊？我知大減細啦，係邊個大邊個係邊個數減邊個數啊？呢度
係啦，36減呢個係26嚟㗎嘛，係咪啊？36減26，咁答案咧就等於10啦。OK， 記得呢個係 Q3，呢個係 Q1。另外中間呢一棟咧係乜嘢嚟㗎？即係個 box 個盒咧，中間嗰棟咧係咩嚟㗎？個盒中間嗰棟係咩嚟㗎？陳偉柏啦，個盒中間嗰一棟係啲咩嚟㗎？係啦，係中位數嚟㗎嘛，中位數即係 Q2，OK， 跟住之後呢兩支竹最頭同最尾呢兩點咧係啲咩嚟㗎？抗氣啊，最篤呢兩點咧係啲咩嚟㗎？知唔知？呢個係最大值，即係成個數據最大嘅。咁另外呢邊係咩啊？係啦，呢邊就最少值咯喎。咁你記得咧點樣去讀翻咧呢一個嘅框線圖咯喎。OK， 好，第29題就係咁樣。第30題咧其實都唔難嘅，就係、有70個整數嘅有70個整數嘅平均數係32，然之後咧佢就話咧其中咧有30個平均數係24。咁剩低嗰40個平均數係幾多？咁你咪將咧嗰70個整數嘅平均數就乘翻32，呢一個嘢就係70乘32咧，就係嗰70個裏邊嘅總和係幾多啦？減去咧30乘24咧，就係減咗呢頭嗰30個嘅總數。咁你減咗呢度呢嚿嘢就係全部就係有40個嘅總數啊嘛，剩翻嘅就係40個嘅總數，然之後咧就將佢全部除以40咧，就可以揾翻個平均數噶咯喎，70乘32減30乘24，再除以40，咁答案咧就係38。OK， 咁我呢一堂裏邊咧俾你嘅題目係就係咧就唔需要用到撳機嘅方法，其實呢份卷咧後面都冇乜話好多需要咧用撳機嘅方法喎。原來我記錯咗咧，大家落堂嘅時間記錯咗，大家10點落堂，咁我唔鬼咁講添。但係咧，我就想問下大家28、29、30咧呢3題嘅題目有冇特別問題先？係啦，嗱咁如果冇特別問題嘅話咧，咁我就掀翻去前邊去講咯喎。OK。咁我掀翻去前邊去講，就講翻嗰一題嘅百分數先，就係第9題嗰題嘅百分數咧，同大家去講一講。嗱，咁佢呢度就話咧，一間學校咧，33% 嘅同學咧係33% 嘅學生係超重嘅。咁跟住就話呢個學校裏邊有60% 嘅學生係女仔，並且咧45% 嘅女仔咧係超重。然後就話有 X 個 percent 嘅男仔咧係超重，跟住就問你 X 係等於幾多？咁如果我哋咧去計呢一種嘅題目嘅時候咧，通常我哋咧都會畫個表嘅 ，OK？ 打個井號啦。嗱，通常佢見到啲咁樣嘅百分數咧，都有個井號啦。其實呢一度裏邊咧就應該分開咧有2種唔同性質嘅東西嘅。咁你可唔可以講到俾我聽咧？有邊2種唔同性質嘅東西喺當中啊？一個係男同埋乜嘢啊？女啦，另一邊咧就講緊啲乜嘢啊？係啦，超重同埋咁我不如用另外一個字眼就叫標準啦。OK， 咁一個就其實都唔係標準，可以係過輕噶嘛。不過我咁樣寫，你都知我嘅意思，即係唔係超重咁嘅意思啦，係咪？咁我哋睇一睇題目佢講咩先。佢話呢度呢間學校咧有33% 嘅學生咧係超重嘅。咁即係話咧，呢個同呢兩個夾埋一齊咧，不如我咁樣打個箭嘴，就代表即係呢2格加埋一齊會係33% 啦，好唔好啦？呢2格加埋一齊咧會係33% 嘅。咁然後已知咧60% 嘅學生係女仔 ，OK？ 咁已知66%唔係60% 嘅學生係女仔咧，即係超重嘅女仔再加標準嘅女仔夾埋一齊係60%，咁呢個位置咧就係呢個加呢個會係60%。
並且咧有60% 嘅女仔裏邊咧有45% 嘅女仔係超重喎。咁即係話呢度超重嘅女仔咧，超重呢個位置咧，應該就係即係要將呢個60% 再乘翻呢個45% 啦，係咪？60% 乘以45%，撳落去咧就係27%，咁即係有27% 嘅女仔係超重嘅。咁其實跟住之後咧，你就已經可以將呢個表格咧全部填晒出嚟㗎咯喎。OK， 呢個表格咧你可以填晒出嚟，因為呢個如果係頭先話咧乜嘢呢個加呢個等於33% 嘛，咁你知道女仔超重係有27% 嘅話咧，咁即係話男仔超重咧就會係有6% 啦，6加27係33噶嘛。咁另外呢一個27加幾多係等於60%，咁你都寫到出嚟嘅喎。27% 再加33% 咧就會係60%。跟住最尾呢一格咧就係因為呢個格仔裏面咧加埋一齊一定會係幾多個 percent 㗎？全部係幾多個 percent 啊？全部所有嘢夾埋一齊會係幾多個 percent 啊？係啦，100% 嚟㗎嘛。咁你100% 減翻呢3個就得㗎咯喎。或者咧，你調翻轉諗就係呢個係60% 嘅話咧，女仔係全校60%，男仔係全校嘅40%。跟住之後咧，6加幾多係40%，咁6加34就係40%嘛。咁跟住呢一度咧個問題就係、如果呢間學校裏邊咧有X 個 percent 嘅學生係超重嘅話咧，咁X 咧會係等於幾多？咁因為而家咧嘅 X 嘅 percent 嘅男仔咧，咁你真係要諗下呢度裏邊咧係有幾多個？全校係有幾多個 percent 男仔咧？全校咧係有40個 percent 男仔，跟住再乘翻咧男仔裏邊嘅 X 個 percent 咧，咁不如我咁樣寫啦 ，X 100分之 X， 咁你之後咧先可以計翻 X 等於幾多啊嘛？咁而超重嘅男仔咧係6個 percent 喎，咁即係有條公式咧，有條公式應該係咁樣去到表達，男仔嘅當中有 X 個 percent 係超重。OK， 嗱我再講一次，男仔係40% 嘅 X percent 嘅男仔 ，X 嘅 percent 嘅男仔係超重嘅男仔60%。咁最尾咧，你將呢個化翻做0.4，將6% 化翻0.06咧，就解翻方程咧，就可以揾翻咧最後嘅答案噶咯喎。OK， 咁最尾嘅答案咧就會係0.06乘100。除0.4，就係答案就係15嚟嘅。咁所以第9題咧嘅答案會係 A 嘅。OK， 嗱第9題嘅答案會係 A。嗱後面嗰啲咧，咁我今日或者就喺呢個位就stop 咗呢個位先啦。嗱，咁我哋今日咧大致上呢份卷咧，我講到呢一度啦。